佢晒防三嘅精算特殊多謝多謝贏出今季第一場頭馬，但係佢上一場喺開來期都跑得好好，喺原地嗰度跑第4。係。你自己今場賽前其實都個信心係點樣咧？有一定嘅信心嘅，但係熱門嗰兩隻咧，個實力估計咧又比較強啲嘅，諗住有得爭下位置嘅啫。啊，點知最尾都可以贏勝出埋啦，係有啲意外，少少意外。隻馬今季由容天爬馬房就轉頭去Michael 嗰隻做埋馬房度啊，其實佢有冇話啲明顯嘅轉變啊？又或者佢嘅狀態上有啲變化？保養得好好。係真係望落去，即臨場都同阿 Michael 講，哇！我見到啲隻馬嗰個顏色好柔潤，係啦 ，keep 得好 fit。佢都話跑完上場之後咧，個狀態係有繼續提升嘅，係。黃生咪都第一次同阿 Michael 哥合作咧？唔係㗎，以前我有隻精算功啦喺佢度㗎，不過一數起嚟都15年啦。相隔15年之後，就再一次同練馬師攜手贏馬啦。係，多謝 Michael 啦，係啦。你熟悉嘅 Michael 哥，其實佢即係佢一個即係練馬或者佢練馬工作啊，同你即係點樣同馬場溝通，佢係一個點樣？冇問題嘅 ，Michael，我仲有隻新馬喺佢度㗎。禮拜3會跑嘅，精算營業，係啦，冇問題嘅 ，Michael OK 嘅，係啦。星期3嗰隻你自己又點樣睇咧？嗱，初出就試習就唔錯嘅，希望佢適應到法會谷嗰個場地啦，同埋夜賽咧，佢點都第一次跑會陌生啲嘅，係啦。嗰樣都係抱住觀望態度。鬥志一定有，睇佢跑得好唔好啦。再一次恭喜晒黃生，多謝晒，多謝。星期3好啦，thank you，OK，多謝。